我哋又見面啦。咁啊，今日咧講講係田徑嘅冷知識咧。講到田徑咧，近年嚟咧，香港個發展係非常之好啦。好多青少年嘅紀錄都破到啦。再加上咧，哇馬拉松一出咧，每年大家咧都係去參加馬拉松啦。好多人報名報唔到啊，咁冇計㗎啦嚇。咁而家個運動氣氛好嘛。嗱，講到馬拉松咧，而家大家都知嘅，一講咧就係42.195公里啊。咁啊，點解係呢個距離咧？嗱，曾經有人咧就話過，呢個同希臘嘅故事有關㗎嚇。當時有個士兵啊贏咗之後咧，佢係跑咗呢個距離咧，翻去報信咧，話佢哋贏咗。咁啊，呢個咧其中一個講法。但另外咧，仲有一個講法係咩咧？原來咧就同呢個1908年嘅倫敦奧運有關嘅。嗱，當屆嘅倫敦奧運嘅馬拉松咧，原來係40公里嘅啫喎嚇。咁嗰2.195公里去邊咧？咁啊，原來咧呢一個多咗個數目咧，就為咗皇室成員嘅喎。咁你話唔係啊嘛？皇室成員咁有力，真係有力啊！因為咧當時嗰個如果跑40公里咧，皇室成員咧就可能要離開佢個 VIP 座位，要行過去2點幾公里嘅地方去睇啊！因為咧皇室嗰個 VIP 位咧就比較咧係遠少少啊，所以就為咗佢哋咧就將個比賽咧增加咗2.195公里。咁啊，等到啲皇室成員咧就可以安坐佢哋嘅梳化當中咧就睇運動員衝線㗎啦嚇。咁啊，但係估唔到咧呢個一改變咧成為定例，咁以後咧馬拉松就係42.195公里，可唔可信啊？